后来进前3级警戒的期间，餐厅禁止内用，民众嘛减少出门，所以啉酒开车嘛明显减真多。台北市伫迄段警戒的期间，啉酒开车的件数比去年同期大减86%，但是咧。 降级开放到内用了后，搁回转来咯。敢若8月初1到8月初8这8天，都掠到30件啉酒开车。警方来表示，会积极来处理着啉酒开车，提醒驾驶人唔通心存侥幸，唔通想讲袂去互撞着。好朋友大家做伙食饭，毋过啉酒啉甲醉茫茫，搁想要开车上路。 警方发现3级的警戒期间，餐厅无开放内用，民众嘛尽量踮伫厝内。啉酒开车的件数伫这段时间减少真多。自5月中到7月底，台北市啉酒开车的件数106件，和去年同期795件相比，减少86%。不过因为全台降级，餐厅有条件开放内用，阁有人啉酒了后阁开车。8月8号110年。 8月初1到8月初8，台北市警方掠到30件，比例明显增加。0.40，爱3万1哦。警方讲，伫防疫期间，要是定定出来掠，提醒驾驶人啉酒了后，千万唔通开车，避免造成悲剧。